乐乡一个71岁骑奥多麦的查某人，为着要超车，煞去弄到对向来的轿车，人全安尼过身去。秘鲁当地时间拜六暗连续发生规模5.1、3.7真千赞的地震，上无有6个人死亡，21个人受伤。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0中昼新闻，我是麦尚玲。先来看嘉义番路乡第18线，昨中昼时有一个71岁骑奥多麦的查甫人，伊是为着要超车，煞去弄到对向来的轿车，人全安尼过身去。另外一件是有这民众呢骑奥多麦煞对水上的交流道骑去到高速公路顶头，沿路是骑要8公里遐尔长，这画面拢互民众甲翕落来。救护人员赶到现场，要将车祸受伤的民众送到病院。嘉义县番路乡19中昼，有一名71岁查甫人伫第18线为着要超车来进向，煞去弄到对面车路的轿车。骑车的查甫人受伤上严重，送医无喘气，病院事后替伊抽血，发现死者酒测的数字超过标准。事故造成机车骑士胸部严重擦挫伤，送医后仍伤重不治，并汽车驾驶未受伤。按经警方调查，骑士有酒驾行驶，已超过标准值。除了阿里山公路第18线进向超车车祸以外，嘉义县的水上乡嘛有一名68岁姓沈的查某，骑机车去高速公路，伫内面的车路进向骑要7公里外，这危险的画面嘛，去互看到民众囥去网路。陈女表示，因不守路况而误上国道，除依法自担举发外，另有涉嫌刑法第184条第1项妨害交通往来安全罪部分。待调查后，再移送地检署侦办。两件正向的交通事故，一件因为啉酒正向超车来过身，一件因为路无熟骑去高速公路。警方除了呼吁唔通食酒赛车以外，嘛表示要遵守交通的法令，才袂去影响家己甲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来看昨暗9点外时，伫台中一间已经收起来30档的饭店火烧，这消防人员是出动14架水灵车去拍火，也伫楼尾顶来救着老头家一口罩，拢总有6个人，全部是送病院治疗。也那详细导火原因，还阁需要调查。大火甲乌烟直直堆内底冲出来，对公车站牌会当知影事故地点就发生伫台湾大道中华路口，也阁有火车对3楼落落来。7月19暗时9点左右，台中市消防局接到报案，伫台湾大道一段一栋5层楼一白色主体发生火灾，遂派14台水灵车29个人去拍火，去到现场发现导火的地点，那像就是伫3楼，也阁有人掉伫内底。拢总有2个查甫，4个查甫甲一只狗仔走去楼尾顶避难，天推到场协助，甲人送转来到地面了后，因为6个人拢有砸着伤，送去中国附医救治。消防队东部清查大楼，确定无其他人员受困。对面徛家看出去，卖当看到柑仔黄的火当中透蓝一寡蓝紫色，也阁听到爆炸的声音。根据了解，这栋建筑物进前是已经停业30档的西北大饭店，受困的就是创办人一口罩5个人，也阁有外一看护。导火原因也阁需要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这台中的北屯呢，为一个10岁囡仔，那像是要关这窗仔门，刷一个无细利砖对4楼来削落2楼的防护网啊。加在这人是敢若刺伤尔，赶紧送去病院治疗。因若目前这社工也有去了解，确认这家长照顾囡仔的情形。消防车甲救护车赶紧赶到台中北屯区这个社区，因为一个10岁查某囡仔徛伫2层楼悬的防护网顶面。消防队员先用救护推直接爬上防护网，另外一边对大楼窗仔门刷甲囡仔扑落去。先架卫生梯，先把他安抚情绪，后续我们再请我们救助人使用绳索，观察从那个窗户楼梯的窗户进入跟他确保施救出来。有囡仔摔落来，警方也赶到现场来了解状况。根据了解，意外发生的时阵，这个查某囡仔的爸爸妈妈甲弟弟规家人拢伫厝内底。根据大楼管理员听这个囡仔老爸所讲的，当时囡仔敢若要关窗仔门，结果徛无知，才对4楼的窗仔落落来。加在大楼因为有风太路落落来，讲着人已经伫外表2楼的悬道有装这个防护网，拄好甲囡仔接掉咧。我听到砰一声，就是好像铁架丢下来的声音。后来就救护车来了。都落雨啦，可能要甲伊门关起来吼。
啊，外口出现纱窗嘛，啊，这关的时，可能纱窗去脱轨，你知道？啊，伊可能贪钱要甲用好。台中市教育中心也派社工去了解，当时确认所在其他的囡仔奉照顾情形甲安全的计划。消防局提醒讲，民众要注意徛家环境安全，注意落地门窗仔，防止去弄开，窗仔门应该熄，防止落落去这安全装置，避免囡仔无细力落落去，有防意外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的消息，这气象署是表示讲，中南部呢今仔日这云有较高，而且佮透西南风，所以南部地区可能是拢会落雨的。今仔日过到这中部以北、宜兰甲花莲地区呢，其实也佮有各山区拢是有局部性短暂阵雨，而且局部地区会出现大水雨。在中南部地区的话，以及外岛的澎湖这些地方的话，整天都是会有一些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而在其他地方，或者还是维持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为主。那我们要特别提醒，就是说，像是在北部地区以及各地一个山区上面来讲的话，今天的话还是会有些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一个机会。这款的天气状况会直到明仔载太平洋高气压变强，虽然讲这环境呢，普遍来讲也是以透西南风为主，也毋过这水汽就会豆啊减少啊。也若气温方面，伫咧无落雨的时，各地这是真烧热的，普遍是来到32到35度。新北、彰化、内陆也个花莲、长江呢，是有局部地区是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提醒民众要出国，就要做好防晒的措施，而且也要补充水分。再来看台南的将军渔港呢，去年是因为丹那市风台霜冻甲真严重，即马一冬的时间已经过去啊，也毋过港区边这100公尺长的栏杆煞又未修理好势，而且今年8月都要来举办音乐节的活动，居民是烦恼讲时到恐惊是会出代志的。也若渔港所是回应讲，目前已经有甲中央争取到700万的经费要来修理啊。去年丹那市风台重创将军渔港，过一冬啊，部分设施到达嘛是破，实际到现场，毋若厝顶的厝角有石头落落来，叫生理人先插帮砸风雨，若无根本无法度做生理，若室内甚至大雨加漏雨，到时闹人跋倒就袂收煞。即摆周边基础建设已经陆续发包修理，毋过港区边啊受损栏杆煞无动工，承认临时时间加早咧，互经过民众看到心惊惊。还要照进度啊！你不是说这边有比较危险就是这边的需要性比较重，那他会先做，不可能啊！他还是一步一步来，他现在可以做，你看他就是从4楼，因为4楼、3楼、2楼这样做下来，第一点他的施工的那个面向应该是比较 OK。所以你们只能先忍耐就对了。对啊，不然要怎么办？我要买6老啊，加买了，买6块啊，所以买这个的先吼。老的，然后老。第一个来，个不水啊！这条建筑物其实已经20-30档历史，地方反映内面通全面征收，上涂骹有的塑胶板落落去，敢若用塑胶笋先做警示等问题。对此，渔港署回应，去年风台对港区造成损害真大，包含渔会拍卖场的厝顶结构、直销中心的建筑外墙、玻璃等设施拢害去。因已经甲中央讨到经费，准备来修缮。我们也已经做发包，在施工当中。那这个部分预计在今年度的9月底以前可以完工。完工之后可以还给我们的这个渔民跟游客一个比较安全跟舒适的一个码头环境。市府表示，去年风灾受损的沿海设施，目前9成已经修理好势。将军渔港海区的景观平台，甲100公尺的栏杆，按算9月底完工。港区其他的设施，嘛会伫今年底全部修理完成。另外配合8月初1的音乐活动，因当咧加强场地整理甲安全检查，确保参加民众的安全。记者李尚武台南采访报道。再来关心这中华花坛是来通过振兴经济自治条例，一个人是会当领到6000块的礼金，今仔日就开始分啊。公所这方面是表示讲，这条钱呢是因扣税省落来的，对地方的财政其实是并无影响的。另外，伫线西乡台电生活福利金，今年嘛来加码，一个人是当领2500，嘛是对今仔日开始领。
公诉人员无用咧点钱，甲6,000块的礼金装进红包落甲内底。中华关花端乡因应中东战争造成民生物资起价，进程是来通过稳定进行经济礼金自治条例。8月开始要发给乡内每一个人6,000的礼金，大部分的民众拢真认同，认为地方财政有剩，就应该要有合理的运用。当然是开心啊，天上掉下来的钱谁不开心？政府亏有税金，应该是有存钱。你无就交转国库，咱也无法正常。花端乡公所表示，公所的各项税收加上省落来人事费用，财政稳定。扣掉这边普发礼金开掉2.6亿，乡库大约各有4亿。普发礼金未去影响公所运作。另外，所在乡逐年拢有来自台电促进电力发展的协助金回馈给乡民。今年公所特别加码，提悬到每一个人2,500，嘛伫8月开始发放。那我们总共的人口数是15600多人哈，台电的补助的经费大概是1400万左右。那我们搞公所的自筹哈，大概是有2500万，越多越好啊，越多越好了哈。这上双薪有相关的，这是政府给我们的一个生活补助费嘛，我是觉得是这样，跟选举一点关系都没有啦。除了中华花端乡、线山乡、伫新竹、宜兰、苗栗等乡镇，嘛拢有普发现金的政策。因为今年底是选举年，嘛有出现这期这是政治操作的步数。不过花端公所甲线西公所拢表示，普发现金拢有相关的自治条例，也是法院依据，目的是希望减少不计起价对民众生活影响。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即马伫这双十节是剩2个外月的时间啊。今年暗会呢是确定交予新北市来举办，因为这宴会原底是要办伫新竹，也毋过呢，因为伫当地是找无较理想的地点，所以落尾这筹备会主席韩国瑜，伊是正式要改伫台东来举办，因为详细地点是还未公布。新北市长侯友宜率领市府团队19来到台东县正伫举办的台东博览会参访。台东县长廖庆玲陪同参观梦想当升的热气球馆，希望新北甲台东继续拓展农产文化甲观光合作。另外，今年国庆晚会甲国庆宴会分别由新北甲台东主办，北东连线合作打造国庆盛会。国庆的场地以及所有相关的节目，我们目前都在就绪当中。今年国庆宴会原本要伫新竹县举办，也来新竹县评估无适合所在，才来拒绝。不过国庆筹备会主席立法院长韩国瑜17证实，国庆宴会该由台东县来接手。侯友宜甲廖庆玲也交换意见，让国民众关心的是晚会节目，也有办宴会所在，这阵时也未定案。我们展现超高的效率，今天就跟新北市来做一个会前会。我们相信今年的国庆晚会、国庆烟火一定会让大家满意。只是国庆宴会这类大型活动，来看的人特别着就几啊万人，亲像人员的疏散。大家安怎行、安怎看这规划，将是台东县府爱面对的挑战。2017年，台东县拨接这个放烟火任务，地点是伫台东县卑南溪出海口，盐阁湾卑南溪的国家级湿地。当时环保团体真关心，呼吁县府这摆好好来规划，避开这个生态敏感区。记者综合报道。刚来关心这中联问题，有的是安议题。今麦台北市长蒋万安伊是招大家7月25日时去到凯道来抗议。因那台中市长罗秀燕，伊也找4个南洋的县市首长咧，讲要开线顶的一个会议。另外，这个食药署是表示讲，现有查到的已经回收来的油已经有2700吨，有风险落价有5200吨。食安就是国安。我们现在面临国家危机当中，我们下个礼拜要召开县市长反毒油线上国事会议。对于流感食品事件，台中市长罗秀燕19甲台北市长蒋万安、高雄市长谢国良甲婚姻县长张丽仙会面，宣布要串联地方政府开会，共同向中央提出建议。也来进前呼吁705就开刀抗议的蒋万安也提出食安法应该修法，源头管理以及如何强制中上游业者以及检验机关即刻通报，会是这一次修法的重点。民进党政府处理的态度，是我们必须站出来的原因。我们基隆市有很多小吃都是炸鸡腿、炸鸡排，反对卫福部的说法说，大家以后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食安问题，就不能再吃炸物。
今日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杨石岛甲议员参选人小龟先到凯道边仔静坐绝食，讲要一路抗争到705迄天，希望集合更加多关心食安议题民众行上街路来抗议。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女儿还在睡觉，还没有醒哦。我不是一个好爸爸，因为未来的1个礼拜的时间，我都要在这里静坐，我没有回去陪她。但是她才3岁，我必须站出来。现在的政府还没有办法告诉我们毒油从何而来，下次会不会再发生，以及谁该因此下台来负责。民进党大内宣的食安5环变成了食安5空，在这样的情况下，卫福部、食药署还要继续侵勒人民吗？民众党也讲，7月25日到凯道响应，因那是药署公布到19早起11点，7批无合格药品已经回收总共2769.3吨，其他有风险回收总共是5207吨。下游受影响业者依然是1322件，无新增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即个这中联问题油的风波呢，嘛来引起食安法修法的讨论。国民党立委是去到凯道来声援全市的民意代表，而且因阁出动即个宣传车来抗议政府实在动作伤慢啊，主张爱改善制度，而且提悬罚款等等。因来民进党因是认为讲，目前这国内的食安法是要无够周全的，所以朝野应该得爱合作，或者机制会当如何？中联油品低监骨分辨比超过标准的证据，引发全台食安的风暴。内外民意代表19起哩凯道绝食抗议，立委20是出动 LED 宣传车，讲要甲规个台北行透透。批评中央一直拢查无原因，佮一直咧闪责任，要求修法爱加速。食安修法刻不容缓，食安修法。行政院长杜英泰前几天强调，会甲源头甲制定管理强化，还有疫情状况通报机制、3级品管制度，而且承诺要甲所谓治理加强。不只个南亚立委对这支管理的制度不足，认为爱为法制层面来起鼓，建立源头就爱早起来制度，采取零容忍、零冷静的态度，包括甲预防性弱势写入去法律，建立规范制度，搁爱设置疫情状况立即通报通道，保障通报的员工，保护分鼻仔的人。强制标示主要原料的原产地，不能只写着台湾制造，让消费者完全不知道黄豆油料的来源来自哪一个国家，彻底防堵洗产地的疑虑。除了修法要求业者把原料产地写出来，哪位嘛主张应该把违规的厂商行政罚款为2亿提高到10亿。国民党团希望争取伫咧24把修法草案提交去议会。台北市长蒋万安针对725去凯道抗议，强调食安无分党派，要招民众穿白衫站出来。7月25号，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关注食安、关注民生的议题。我们不谈选举，所以我们也不分蓝绿白。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关心彼此，关心我们自己以及下一代的健康和食安。究责这当然是应该要的。那更重要的是，刚刚讲到的这次食安法呈现出还有不足的部分在上一次大规模的修法后，那已经补足不少，但是还是有不足的部分。那如何把这个不足的部分好好的补上？那我觉得也是我们必须要蓝绿合作，在立法院好好修法的工作。民进党团书记长黄文就呼吁，朝野爱斗阵合作，把食安法修法好，让人民会当安心。针对南亚伫咧25要招民众去哩凯道抗议，黄文表示，台湾是民主社会，尊重各界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那国际上来看，这南美洲国家秘鲁呢，伫当地时间拜6的暗时9点半，迄站呢是连续发生规模5.1甲3.7，而且深度干那10公里的地震，上无有6个人死亡，21个人受伤。嘛，因为这当地是有真侪用土砖建起来的旧厝，所以无排除这死伤的人数会搁再增加。搜救人员直直咧发失联者的名声，希望会当得到回应。7月10日暗时，秘鲁的地震发生了后，大阵搜救人员随赶去灾区，因为地震过了，当地虽大失电，所以救援工作敢会当用猛的进行。
秘鲁当地时间7月18暗时9点半左右，连续发生规模5.1到3.7的地震，深度拢干10公里。震央是伫安第斯山脉中部的丘帕卡镇附近，当地乌林大区农业区是重灾区，数十栋由传统土砖甲稻草砌起来的旧厝全部拢倒去。另外，一座16世纪起的教堂甲修道院结构也严重受损，救援工作一直到7月19还在进行。 Hemos salido con todos mis hijos, mi esposo, todos hemos salido. Fui a su casa de mi mamá su casa también todo se había destruido ya. Le hemos sacado, apenas le hemos tratado de sacar. 大地震发生了后，陆续已经发生上无12届的地震尾，其中规模较大的是3.7到3.4，这嘛是互差不多300个人唔敢返去厝，选择伫体育场过暝的主要的原因。也因为地震是发生伫暗时，真侪民众拢已经困啦，所以可能也有真侪失联的民众互待伫放弃的厝下底。秘鲁民防局指出，搜救工作会继续进行。秘鲁是伫太平洋火宽带，一年平均会发生400至900外届的地震，今年目前已经发生450届，还伫正常范围以内。也毋过，即届的大地震是安第斯山脉中部1969年以来破坏力上大、上严重的地震灾情。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经济消息来看，咱台股呢是安尼起起落落，顶礼拜五是盘2953点，今仔日就开红盘跳起来400多点，也毋过无到半点钟的时间就随个翻乌啊，落尾是盘到无到42000点。分析师是认为讲，今年呢这顶半年是起伤济啊，第三季就会开始整理，所以呼吁投资客就要注意资金。 美国四大指数收盘是跌的，韩国虽然因为顶礼拜五休困逃过一劫，毋过拜一又搁跌倒来，盘中一时大跌超过4%。如果因为国定假日海之日休困一天，台股伫经过顶礼拜五历史上上严重的跌的程度，拜一抢反弹，早盘一时起超过400点，重新转来42000点，毋过无到半点钟又搁变做青。 第42000点起起落落震动。短线上而言的话，台股是处于一个去杠杆，那同一时间是寻找短线支撑的一个状态。过去交易过度拥挤的，包含像是记忆体、矽晶圆、成熟制程、被动元件等等的，那近期都是市场沙盘的一些重心了。专家分析，若准台股无法度甲42000点收掉咧，指数可能会向40000点行，伫遐经历。若准到7月底，美国四大分段服务供应商会当提出水亏的财报，可能会加深 AI 概念股的信心强度。加上台积电顶的大厂展望又原是正向的。 通甲台股挺调咧，伫类股的部分，台积电拜一股价是开悬行悬，上悬一时2345块，起55块。毋过联电甲国巨又原是博较进步。有专家警示，资金若是集中伫股市，专门努力投资股票，扩大杠杆的操作，市场风险变悬。当指数关卡震动，资金出入波动变严重的时，市场满足的点出现，资金就会撤离，指数会开始修正。 你如果没有卖，它可能价格会压得更低，到时候就真的是断头。在股票市场，我们尽量还是用我们自有的现金来买，比较没有这些疑虑了。或者讲，股市咧修正的时，用更悬的立场的民众有可能会断头。加上今年中半年股市起的程度上过大，分析师预估第三季可能翻盘整理，呼吁投资人要注意投资的水位。记者综合报道。 国防部长郭立雄今仔日早起是去到立法院专案报告，也因为8月这轮性演习呢，是有包括着14县市这行动网络是会受到阻碍的，这是互外界真议论。针对这条，这郭立雄伊是回应讲，这是咧模拟战争时的情景，可见咱军应变的能力，而且后手会搁再扩展到其他的所在。 汉光 A10的城镇轮型演习8月就要起过，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配合伫今年头一届规划切断网络的科目，按算有14个县市行动网络会受阻碍变慢吨。不过，这届演习范围并无包含东部甲南部，引发国民党立委甲陆军的质疑。请问，在这半小时的断网降速当中，如果真正的人民的生存、生命的安全出了危害，到底谁要负责？固网的部分并没有受到影响。 那这个也会考验我们国军的这个在这个模拟的这个情境想定之下，
我们的这个指管通讯备援的能力。也拿着军编新台票到约8,000外万的预算，向国内厂商买26套固定式无人机反制系统，进前煞传出标调的厂商交会验收出问题，复验也无过关。立委也关心，敢会影响到国防战略、甲前线防卫能力。经过3次的测试的都没有办法达到军方的要求哦，所以就是等于就是说他就是没有过关。主要就是在于它的那个搜索雷达跟那个被动雷达的部分呢，它就面对这些多批次的这个无人机，它没有办法有效的这个整合。顾立平表示，这个无人载具特别条例主要按照外海边的监测、侦查，还有攻击型无人机、甲无人艇等等的专案需求。也那其他的无人地面，也是水海载具，也是规划要买，会用少量验证，也是委托请中科院来检测。也那有风声讲，畅水艦国造观兴艦海鯤号按算8月下旬完成各项的测试甲验证。顾立雄强调，海鯤号畅水航行的测试，一切是以安全佮品质是上重要，无8月底9月初这款的时间限制。记者综合报道。好，再来看这诈骗的手段有影是百种，有的是用这 AI 假做是熟悉的人的声音，打电话讲又急要用钱。伫咧新北市永和呢，就有一个阿伯去互骗55万，也有人是甲你骗讲伊是马术克，也是讲黄玲芬的助理，甲你骗甲安尼玲珑色，有民众就去互拐9000万去。警方规个走活去，抓到这个要摕钱的诈骗集团车手。警方会掌握这个情报资料，是因为诈骗集团进前利用 AI 技术，假做老人后生的声音，骗老人交付现金55万。事后老人问后生了后，才知影讲互骗去，赶紧报警察。无想到诈骗集团要用相关方法，搁再骗伊，有时叫警方抓到。如接或亲友借钱，或要求变更联络电话，务必冷静求证。建议与家人设定专属的通关密语，以辨识真伪。警方当场扣到19岁姓邢的诈欺的车手，并9月65万甲2支智慧型的手机啊。交接线索追查了后，就甲进前收骗人55万的这67岁诈欺的车手抓到。专案依照涉嫌诈欺这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来侦办。若国内诈欺真严重，诈骗集团也骗到国外去。有一个住伫加州的姓齐的婚姻人，靠收租金过生活。看网络时，互诈骗集团借话解开讲，讲回答执行长黄玲芬要来回报台湾乡亲，会寄这个 AI 的册，结果请婚姻人家里讲是黄玲芬助理的赖户头。一直用话甲骗、甲洗脑，就去因兜甲提钱，逐摆拢会互伊收据甲收官司，或者婚姻人陆陆续续交美金甲黄金，要换代票9000万。除了线上之外，有可能会再给你看一些书面的报告，而且做的非常像这个一般大型的这种，比如说比较高阶客会看的这种财务报告，然后又会佩戴证件。犯罪学者分析，由国内这些诈骗工作困难度愈来愈悬，可能造成诈骗集团从国外去骗人。尤其是这被害人已经外国付钱投资，诈骗集团就来失去联络。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前协理厂长詹文宏，也有南口发电厂长朱文忠，这两个人在这个时呢是牵涉到收乌西。台北地院判这詹文宏7档，也那朱文忠是9档。另外一站呢是共款这贪污的中油炼制事业部前执行长齐汉，伊是因为伫咧宣判进前破坏这电子的监控设备走去，后来有抓到人，检方是照涉犯脱逃等罪嫌该起诉。牵连贪污，洪带转去调查。捌做过地电协议厂的厂长詹文宏，任内涉嫌利用采购案，真侪届向厂商收乌西，协助得到标案通过验收，洪指控赚220万，搁藏伫徛假的天棚。专案审买1年，台北地方法院20宣判，一审按照贪污的无违背职务收乌西等等的罪名，判詹文宏7年，替代公权4年。那詹文宏一审洪判有罪，南口火力发电厂的前厂长朱文忠，共款洪查到伫任内用共款的手法收乌西，惊代志曝空，搁涉嫌甲厂商协议，甲80万的压榨钱暂时放伫业者的口座，要求买股票投资，一审洪判9年，替代公权4年。专案甲人乌西信号业者是洪判1年6个月，缓刑4年，毋过会使向公库纳200万。征信的前主管他因为坦诚犯行且有具体事证，所以我们已经在2026年的4月都将他依规定来予以免职。至于这个朱姓主管因为他没有认罪，所以我们从
2025年4月就将它停止到目前。那他现在这个部分已经送到惩戒法院。这站买台经过检方扩大侦办，怀疑早在7、8年前的采购案，都人员受误洗，了后炭烧做设计厂集体贪污的风波。今年6月，搁在所查，苏当时世电的副厂长、姓朱的科长，甲4楼的经理等人，涉嫌贪污的公务人员，搁有中油炼制事业部的前执行长齐汉，防指控受误洗超过2000万，一直要宣判进前。破坏电子监控的设备，逃走藏起来。这件涉嫌贪污甲逃走的案件，即马桥头地检署也甲专案终结。检方查到7项姓林的女朋友甲1位姓林的男性，涉嫌做伙协助规划逃亡。不过，伫选去海外进前，就防掌到，即马拢防按照偷藏情环等等的罪嫌起诉。也那7项因为贪污1审已经防判25年，即马搁再涉嫌弃保、占道等等的罪嫌，防起诉追究责任。记者综合报道。香港伫今年拢总有4间独立册店，互警察来甲搜查，嘛有11个工作者是因为涉嫌煽动罪，互人甲掠去。也那咱国内呢有一寡独立册店是表示讲，这香港查扣的标准是无够明确的。嘛有出版业者是讲，这华文出版的自由恐惊会受到冲击。香港独立册店店员徛停停，互警察掠走，这件代志嘛引起社会关注。香港今年已经有4间独立册店互警察搜查，11个工作者涉嫌煽动罪，香港警察逮捕。国内有独立册店拜一开记者会，声援香港的独立册店，嘛呼吁台湾社会做伙守护出版甲阅读自由。香港这一次的事情，它法治的改变之后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寒蝉效应以及外溢的恐惧，其实是有点像温水煮青蛙，所以它必须要有非常模糊的红线，让你自己去对未知产生恐惧，然后自己去限制自己。今天这本书为什么有问题，我们不知道。今天抓了卖书的人，那接下来会不会买书的人也被抓？台湾主业的代表指出，香港警方表示查扣的是有煽动意图的册，不过却无甲标准讲较清楚。那册店出版社无法度判断什么款的内容会违法，都可能给刑事责任，开始自我审查，连作者创作空间嘛受到影响。有即款甲中国较近的研究，香港足精彩吼，即马香港的大学袂当出版，香港的学者无法度出版，香港的新闻工作者无法度出版，即个中国研究真正就无啊。台湾出版业甲独立册店的代表拢认为，香港长期是华文出版真重要所在，嘛是华文世界研究甲理解真相真重要的来源。那香港出版自由继续受到限制，影响的毋但是香港，嘛冲击规个华文的出版环境。记者郭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高雄建工路甲大顺二路这路口呢部分人行道是揪一半，这是为着捷运工程所做。也毋过最近煞搁放这号志顶，变甲真歹行。捷运局是表示讲，这个号志顶是暂时的，后续会搁再照计划来调整。号志踩伫咧人行道，已经互足下人行道防压缩搁较矮。高雄建工路是捷运5线路段之一，工程正咧进行。建工甲大顺二路路口有一寡人行道进程，嘛因为工程的关系缩一半。毋过最近有民众发现路口人行道搁防踩号志管，非常不方便啊！因为前面的人走很慢，我都在那边推他们，我要跟他说拍谁拍谁。应该说下课时间就人很多，就会很挤，然后有时候。又会有脚踏车会骑进来，其实感觉稍微有点危险啦。建工甲大顺二路路口车本正就足济，搁因为我轻铁高雄高工站过路人嘛袂少，时间的围篱甲号志是甲人行道占甲满是。随往路边用护栏留过路人的空间，毋过要是会防炸咧，无障碍坡道嘛去用破坏，互民众烦恼讲，安尼老大人甲身障人士二同行。如果手脚好好的是没关系啊，我是脚刚好开那个膝关节，走路是不好走的。配合连续壁的施作，那我们在上礼拜的时候有去做了 AC 整个路段 AC 的刨铺，让这个车道的品质更好，把这个号志杆然后挪到人行道上。捷运局接到通报了后，就解说，号志管是顶礼拜5线工程伫咧施工才煞的。原来过路人的空间去互动起来，是因为某来做的师傅无注意到，即马已经将物件揢掉啊。因为过路人的空间是配合交通维护措施，
煞尾会看计划送审的进度，做后壁调整。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红叶溪有大阵鱼仔死去，目前这水利局呢已经呼吁挡外的死鱼仔。环保局是表示讲，目前暂时排除工业污染的问题。行挖过油厂大排水叶，阁会当闻到臭味。里长表示，水利局人员19对日时一直呼到暗时11点，到目前为止已经呼出5栋外的死鱼啊。他们已经做到快11点了，还要继续再打捞，我是觉得对他们这是体力上也负荷也不了。我说那先暂停好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啊，明天早上再来继续打捞。虽然乌阴煞雨，环保局唔甲大意，继续派员监测后叶溪兴中桥河段甲油厂大排。水色虽然热热，不过水质 pH 值甲溶氧度拢是正常。早上起来都这一段清光了，那边我去看都在旁边，因为都在旁边的草丛。以前人大跟中油嘛，中油停止了，然后日月光以前有放废水，它也整理完了，所以加工区应该的可能性，我认为不大啦。后叶溪前日出现大批的死鱼浮伫水面，经过研判，鱼群是因为天气伤热，水中溶氧度过低来死亡。环保局表示，大排附近拢是人家厝，林武大社工业区的污染几率无悬，嘛有可能是油厂大排是咸井水的交界，拄着海水倒溢，水质改变，鱼群就较高死亡。环保局会继续监测水质，加强河面的巡检。记者综合报道。进前这包围风台扫过台湾，伫南投呢，这玻璃的石架个也受到损害。不过煞无特别农损的补助，这是引起农民的不满。因为今仔日这农业部已经派专家去现场勘查。包围风台扫过，石架个嘛受到损害。南投玻璃的大牌顶，互人讲是台湾的石架个的故乡。全台湾有超过8成石架个拢是遮生产的。不过农民讲，昨年1公顷的地会当收成30栋。今年已经无到20栋，农民怨讲偏偏受到风台来影响，煞无农业的补助，实在是讲袂过。今年产量拢足低，一站调迄就30-50粒的呢。好，无紧，咱等下来去看。今年啦，迄产量减4成较低去咧。我知影农民的口中，我嘛知影。这种啊，今天没有处理掉的话，它明天就会烂了。农损的话，我们就今天早上装的量来说的话，往年可能就只有1-2篮啊，像我这样装不到半天就已经3篮多了，还有一些刚刚已经送出去了。因为公布的风灾补助。才补助苦瓜受损的部分，引起种实结果的果农不满。拜下知影中央的农业部就派专家来视察，到现场来看受损的部分。顶嘛为着农民来讲话，希望中央会当同齐补助。种百香果成本足悬，伊无较好，当收成吼，本钱拢要100多万啊！你像这像这要拼掉啊吼，这讲起来这血本无归啊，这真正。实结果啊。甲因遮个作物，伊个栽培环境可能有淡薄仔差异，所以咱可能爱去探讨到底是啥物原因吼，所以咱嘛是爱专区来看。农业专家嘛详细协商，会甲受损的情形早登去讨论。果农表示，实结果是有水伤，损失已经唔知影要安怎估计，才毋望中央会当通过农损来补助，降低农民的损失。记者杨秀兰报道。再来看刑事局甲银行业者等等呢，是做伙来阻挡诈骗洗钱。今年6月甲去年6月安尼相比，受理的案件数，也有民众损失的钱，拢有降低。诈骗的手路是愈来愈侪，一直对时代咧变。根据165打诈仪表板上新的统计，今年6月受理的全国诈骗的案件大约是11000多件，损失的金额超过47亿。不过刑事局指出，甲去年6月比起来，受理的案件数甲损失的钱拢有降低，而且政府甲银行业者合作了后，也已经成功阻挡超过4000件的诈骗。救回来将近5.5亿。最新统计呢，今年6月全国的平均每日受理诈骗案件有381件，那财损金额约新台币1亿5680万余元，那相较于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0%及47%。与 VESP 业者的双向联防，还有远东银行分行的临柜关怀提问与拦阻的机制呢，成功了拦阻潜在诈骗交易已经超过了4000笔，高达新台币5.5亿元。银行业者也表示，虚机汇币交易的速度比汇款甲自动提款机紧10多倍。即卖已经加做诈骗集团新的洗钱的管道。银行即卖也有甲虚机汇币交易所合作，运用 AI 分析，甲反常的口罩找出来。
降低诈骗的风险，也会当伫事后甲互人骗去的钱砸落来。各管道第一笔钱进去之后，到第50笔的钱出去，透过 VASP 的管道呢，只需要花6.29分钟。换句话说 ，VASP 管道的出金速度已经是转账管道的10倍。ATM 管道的19倍。刑事局嘛提醒，目前较常发生的诈骗，同款是假投资、假交友、假检调。第一名是买物件的诈骗，而且买方甲卖方拢有可能是诈骗集团。若是对方要求离开官方的网站，要求私底下加赖，叫你去提款机操作付钱，先卡165专线纠正。记者郭有基林票凯台北报道。新北市议会有真侪议员是来成立一个台语复兴议员联盟，有真侪台语团体是希望讲这个联盟呢以后会当来监督市府建立台语复振的制度。恢复台语意识，重建台语环境。新北市议会有真侪议员赞成成立台语复兴议员联盟，这是自台北市议会以后，全国第2个在议会成立台语连线的。台语复兴议员联盟的发起人吴淑君议员表示，目前新北市府干那靠家庭教育中心来推动文化部的台语家庭计划，不过要全面推动台语复振是真无够。议员表示，会鼓励市府各局处加入，让台语政策愈明确。家庭教育中心伊嘛是配合着咱文化部的台语家庭政策来做推动哦，所以伊并无法度更加去设立更加侪政策来，互咱的台湾台语会当日常来使用。比如讲，咱在坐公车的时阵，咱可能有一寡服务人口，咱会当来打工，咱会当用台语来服务哦。伫即个状况之下，其实应该有更加侪局处会当来加入，甲咱台语的政策会当明确化。台语团体希望联盟会当推动市府在学校实行课时语言，建立讲台语的自然环境，嘛着做语言会长，增加台语的公共服务。台语团体指出，根据2020年的内政部普查，新北市6岁以上主要讲台语的人口占26%，是北部台语人口上集中的都会区之一。台语团体希望新北市议会成立的联盟，未来会当监督市府建立台语复振制度，嘛爱重建台语环境。爱有这个专职单位嘛，而且爱是下局处的，袂当干注重伫个文化甲教育。第二个就是希望会当建立这个甲台语的环境，搁甲重建起来，会转去到这个以前台语是这个社会共同语的这个环境。第三个当然是为教育做起。有参与联盟的陈乃如议员表示，针对建立台语教育体系的部分，去年在新北市议会已经有提案争取台语实验学校。嘛有议员表示，说来进一步争取要推动台语相关政策的预算，让台语复振的工作愈顺时，嘛让新北市会当恢复台语环境。记者卢尚珠、郑春友新北报道。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甲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甲金门、马祖是多云到好天。感谢您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